你好，你是外地人呀？你好，你好，我咸水镇啊南头港，啊去南头啊去迄个兴国的甲摕要处理新的。是讲你，我是讲你安尼就应该是外地来的。我也是本地我人啊，南头港。这网络电视台，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社会服务。退休以后，网络然后就电视台。哦。社会服务网络电视台。来，神韵，我嘛是老师退休，也做志工，做推广神韵。啊，你可以做道亲啊，道亲啊。什么叫道亲？道亲的学一贯道的啊。哦，叫道亲哦，你们叫道亲哦。有。啊，我是拢啊推神韵尔，联系啥？神韵听过吧？阮的小弟嘛，拢咧做这啊，个唔爱去参加分品啊。哦。吹笛子的有吗？神韵表演的有吹笛子的吗？有啊，长笛啊。我的弟弟说，我弟弟说参加神韵表演啊，不知道怎么过日子。很红嘞，你能进去那个很难考。真的。对呀，全世界你知道他一年演超过750场，半年世界各国跑哎。他怎么会这么厉害啊？所以你的孩子很优，你的弟弟很厉害，才能考进。很多人想考都考不。你可以从 QR code 进去看一些他表演，全世界表演的一个。这么热心。对，或者出来就会对有缘人发一下。啊，感恩。对，那你从声音官网去看啊，他票也是在里面订的。我有去看过一遍，台南文化中心那边看的。看过几遍啊？台南文化中心看的，我弟弟在介绍我去看，谢谢哈。哇，那个天幕好大。非常漂亮。那个服装申请专利的呢。跟服装表演都很棒。而且申请专利的呢。怎么水准会那么高啊？那种顶尖的各种艺术家。艺术家、音乐艺术家。有了。音乐家。他跟新唐人电视台有关系吗？应该没什么关系。啊，真的。只是新唐人他愿意帮他报道，他都给新唐人报道，对。贵姓啊？这位老师。赵子龙的赵。赵子龙。那既然你有看过，可能会对这个感兴趣，这一份得给你，你有想要去听。你这么善心。没有，因为赶快得三宝了。大家都有在修，就觉得不错啊。其实只是大家都做的不一样的事。是。这是我姓吕啦，我是新进退休的。我那弟弟的心境多小呀。赵专利啊，赵专利老师啊。赵专利老师也有加入那个，他就加入神韵表演的吹笛子的。我那无啥行了呢。你有跟他聊过天吗？有，好多年前了，我好多年前没见过他了。那教导嘛是阮的亲戚姓郭啊。真的哦，你不我那无印象恁兜他住伫江水是尔，我过恁。我南头港人呢。我过走转伊是住咧北关区。你是嘛是暑假？南头港啊，阮弟弟是读营国小，我读兴国初中啊。当然呢，赵老师。谢谢你，李老师的优秀。你拢遮优秀，敢当你的面前，你卖弄。你若想要来参加这茶会议，你得把看过神韵，听这个会更好。这个是一个中医师国际非常有名，网络可以搜寻的对吗？这的他的一本书《能量学》在现在台湾也是畅销书第1名。对这个东西。湖南文的网络的影片多些。对。新唐人电视台亲自把他请来呢，亲自请来。有一些朋友说你们请来那个湖南医生，我说是啊。这个嘛都好讲啊，这是个少年，这拢免费。但是你也要参加，看要甲我打电话，这拢名额有限。新营地区这么热心哦。